頭先所見到嘅飛行畫面咧，並唔係遊戲所做出嚟㗎，而係我手上面呢部 Insa 360同第三方全球首款推出嘅360無人機所拍攝出嚟嘅真實影像。皆因喺飛機上面咧搭載咗呢個 8K 360度嘅全景鏡頭，無論咩角度畫面咧都可以咧完全記錄落嚟。再配搭埋呢個 Vision 眼鏡去使用啊，飛行嘅過程咧就如同自己坐上嘅飛機一樣啊，令到眼界大開，更加可以用眼鏡裏邊嘅內置錄屏功能啊，記低你喺飛行嘅過程咧睇緊啲乜嘢。頭先開場見到嗰啲咁型嘅飛行坐騎啊，就喺呢度選擇啦，而且仲有光輪2000可以俾你揀添。操作亦都非常簡單啊，拎起呢個體感遙控咧，隻手指向邊就飛向邊。玩完之後啊，更加可以將頭先錄低嘅畫面咧，透過手機 Apps 裏邊嘅 AI 剪接啊，做成一啲趣味嘅影片咧，放上社交媒體上面噶。睇完以上嘅操作同埋飛行畫面咧，係咪好有興趣？即刻想入翻隻翻嚟試一試先。嗱，適逢佢而家做緊新年優惠啦，喺今個月嘅26號下晝6點鐘開始，到2月9號期間啦，凡係購買 Antigravities A1 嘅無人機任何一個套裝咧，都可以享有85折優惠。嗱，咁抵嘅着數咧，唔好話我冇講過俾大家聽啦。嗱，快啲即刻撳入下邊嗰條 link 咧，買翻部過年啦！